喺人類歷史當中，宗教信仰影響咗眾多藝術家嘅作品。為米開朗基羅，佢嘅基督徒視野塑造咗西斯丁小堂；為巴哈，音樂係一種讚美天主嘅方式；而為但丁而言，佢嘅作品《神曲》嘅世界係以基督徒對於人類生活、罪惡、苦難同救贖嘅理解為基礎。而建築師安東尼高第嘅見解亦都同佢哋相同。透過高第，人們會發現一啲嘢，人們會發現生活嘅精神層面，但呢個係透過令人驚嘆嘅圖像實現嘅，因為佢嘅藝術建立喺美之上，我會話係近乎絕對嘅美，呢個非常之有吸引力。儘管佢係一個教友家庭長大，喺1894年佢經歷咗內心嘅危機，呢個成為佢信仰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改變嘅決定時刻。自1894年起，佢內在嘅靈性生活變得更為深入。雖然佢嘅建築作品極盡奢華，但佢嘅虔誠卻深刻而樸實。因為佢實踐信仰嘅方式非常簡單，以至於喺米格爾德烏納穆洛來訪期間，嘗試同佢以信仰以及建造聖家堂嘅理由展開哲學討論。高第一度唔想繼續，就話：我只知道我係天主嘅兒子。佢嘅精神世界亦都有敏銳嘅洞察力同具體嘅思維，佢將自然視為神聖嘅反映，並將佢作為建築模型，創造出有機形態同樹狀嘅柱。佢成日自比為一個僧侶，佢會話：我嘅生活就好似個僧侶。事實上，佢係過住非常規律嘅生活，早上望彌撒，然後工作。呢個係僧侶典型嘅祈禱與工作。每日到咗下晝，佢都會拜訪佢嘅神師，誦念玫瑰經。為高第嚟講，聖家大殿唔只係一項工作，而係一項使命。佢嘅大作唔只係為客戶生產產品，而係為天主獻禮。教宗良14世到訪呢一座聖堂，將會提醒人們高第嘅視野。聖家大殿唔只係一座豐碑建築，而係一座活着嘅禮拜空間，向天主創造天地萬物嘅建築師嘅藝術祭獻。